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分享放下執念、原諒與身心修養。活咗大半世人，修心修咗幾十年，我最大嘅體悟，從來唔係要爭名逐利、計較得失、掌控一切，而係8個字：放下執念，寬恕自心，身心自安，萬事自順。好多後生朋友中年同修，成日嚟問我，而家嘅人食得好，住得暖，醫學有進步，點解反而周身病痛，成日瞓唔好，心裏面空虛，日日都焦慮不安？點解越係努力拼搏，就越係身心疲累，越係斤斤計較，人生就越多波折？今日我以一個花甲之年、修心多年嘅過來人身份，結合幾千年易經嘅天道道理，同我數十年嘅修行體驗，同大家講透一個最真實嘅人生真相。世間所有嘅身心病痛、人生煩惱、際遇唔順，根源全部都係執念。唯一嘅解藥就係放下同原諒。呢場分享我唔講玄虛嘢，唔講空晒嘅大道理，淨係用易經嘅天道真實嘅身邊故事，值得大家反思嘅人生體會，帶大家拆解執念，學識放下，懂得原諒，等每一個人都可以收到身心通透，無病無憂，人生順利。而家呢個年代資訊泛濫，人人內卷，人心浮動，我哋日日都喺度奔跑，日日都喺度追逐，我哋追更高嘅人工，更好嘅職位，更完美嘅人際關係，更體面嘅生活。我哋成日以為捉得越多，擁有就越多。我哋成日以為實實緊緊攢住所有嘢，人生就唔會有遺憾，唔會有失去。但係大家靜心問下自己，呢幾十年不停追逐，究竟換返嚟啲乜嘢？越係執着要擁有，我哋個心就越慌亂；越係計較得失，我哋個身就越疲累。失眠、焦慮、偏頭痛、內分泌失調、脾氣暴躁、心靈空虛、脾胃虛弱、氣血淤塞，呢啲困擾絕大部分現代人嘅亞健康問題，根本就唔係單純嘅身體病，而係我哋心裏面嘅執念、心結、怨恨，日積月累，慢慢拖垮咗自己嘅身心。古人修行唔係淨係練個身體，最緊要係修心，修平和嘅心性。易經係萬經之首，大道源頭。成本書唔係教我哋占卜算命、趨吉避凶，而係教我哋順應天道，放下執着，安心養生，寬厚待人嘅人生大道。好多人誤解易經，覺得佢古老難明，離晒現代生活，淨係古人先啱用。其實剛剛相反，易經每一句卦理，每一個天道規律，都係為咗解決現代人嘅內耗同病痛而存在。易經有3大核心：變易、簡易、不易。咩係變易？世間萬物時時刻刻都喺度變，冇永遠嘅擁有，亦都冇永遠嘅順利。咩係簡易？大道最樸素，人生所有複雜嘅痛苦，歸根究底都係心念太雜，執念太重。咩係不易？亂世浮沉，人生變幻之中，唯有心平氣和，懂得放下，心存寬恕，係永遠不變嘅安身之本。我修心幾十年，見過無數人日日養生、做運動、食補品、食藥調理身體，但係依然體弱多病，心神不寧，人生坎坷。原因淨係一個，只養生唔養身，只調氣唔調念。而家我想問大家幾個問題，麻煩大家放下浮躁，靜心自我反省。你係咪曾經為咗一件過去幾年嘅小事，不停回憶，不停糾結，半夜瞓唔着，始終放唔低？你係咪曾經因為親人、朋友、同事講過一句傷你嘅說話，或者對你唔公平，心裏面耿耿於懷，暗藏怨恨，表面扮冇事，實質幾年都唔肯原諒？
你係咪曾經執着於一個唔屬於你嘅人，一份唔適合你嘅工作，一種遙不可及嘅完美生活？明明已經身心俱疲，滿身傷痕，依然唔肯放手，唔肯認輸，唔肯接受現實。你係咪成日對自己好苛刻，唔容許自己犯錯，唔接受人生有缺陷，唔慣世事，唔順自己心意？你係咪成日羨慕人哋，同人攀比，覺得自己比人差，命運對自己唔公平，日日自我消耗？如果以上任何一條你心中嘅答案係，咁你而家所有嘅疲累、病痛、煩躁、失意、坎坷，根源從來唔係外邊嘅世界，而係你心裏面嘅執念同唔肯放下，唔肯原諒。現代醫學同傳統修行智慧喺呢一點上面完全相通。西醫證實人體80%嘅慢性病、亞健康、免疫力差，都係源自長期情緒鬱結、心念執着、怨恨堆積、精神內耗。中醫都講憂鬱傷肺、惱怒傷肝、思慮傷脾、驚恐傷腎、執念傷晒成身。所有嘅情緒、所有嘅執念、所有嘅怨恨，都會變成氣血淤塞，積喺五臟六腑入面。短期只係心情煩躁，長期就會變成結節、發炎、頑固、慢性病。我哋大部分人一世都係捨本逐末，使盡積蓄養生，買補品、做運動，周圍揾醫生，唯獨唔願意放下心中嘅執，化解心底嘅怨，寬恕過往嘅傷。我想問下各位，一顆長期淤塞、執着、怨恨、焦慮、緊繃嘅心，點可能養得出一個健康通透、輕鬆自在、百病不侵嘅身體？跟住落嚟，我同大家分享2個真實身邊事，全部係我修行幾十年親眼所見、親自引導過嘅個案。一個講執念傷身，一個講原諒治癒。對比之下，絕對值得每個人深刻反思。第一個故事係年輕有為、才華出眾，幾十年打拼落嚟，事業穩固，家境優雅，係旁人眼中嘅人生贏家。3年前，佢一手栽培、提攜多年嘅核心團隊，因為利益同理念分歧，集體離開。唔單止走晒，仲帶走佢積累幾十年嘅客戶同資源，甚至同佢惡性競爭。一夜之間，佢半生心血化為烏有，事業由巔峰跌入谷底。呢位前輩從此被困喺執念同怨恨入面，無法自拔。佢執着於我對佢哋咁好，點解會被背叛？執着於天道唔公，點解小人得志，好人受委屈？執着於我一定要討回公道，要對方付出代價。執着於我唔可以輸，一定要東山再起，洗脫屈辱。足足1年時間，佢日晝夜掛念，滿心不甘，日日出奔走投訴，同人訴苦爭執，夜晚輾轉反側，徹夜難眠，成路都係怨恨、不甘、算計同對立。短短1年，本來身體硬朗、精神飽滿嘅佢，迅速垮晒，嚴重失眠，血壓飆升，肝功能異常，甲狀腺多發結節，重度焦慮，脾胃頑疾。後來更加驗出輕度肝硬化，內分泌徹底紊亂，虛弱到唔可以正常工作、正常生活。佢去盡全國各大醫院，食盡名貴良藥，試晒頂級養生方法，使費幾百萬，身體依然日漸虛弱，精神頹廢，病痛反覆，一啲好轉都冇。後來有緣，佢係我幫佢修心解結。我當時淨係同佢講一句易經嘅天道真相：世間萬物有虧有盈，有得有失。你執着要討公道，就係同天道對抗。你怨恨人哋，第一個受傷，最終承擔
所有痛苦嘅永遠係你自己。我引導佢放下執念，放下對人哋嘅怨恨，放下對完美結果嘅強求，學識原諒，學識順勢而為。一開始佢好抗拒，覺得原諒係懦弱，放下係認輸，唔計較係食虧。但係當佢真真正正逼自己靜落嚟，放下糾結，放下怨恨，停止自我消耗之後，奇蹟就慢慢出現。唔使半年，佢嘅睡眠慢慢恢復，血壓回穩，焦慮徹底消散，原本嘅結節慢慢縮細，肝功能逐漸復原，身體病痛大幅好轉。更神奇嘅係，當佢放下執念，唔再對抗，心存寬和之後，心境通透，思維清晰，反而重新整合資源，穩定局面，事業慢慢重回正軌，穩步上升。呢就係易經最樸實、最真實嘅天道。念轉、運轉、心寬、病消、放下、順遂。第二個故事係一位40幾歲嘅女同修，幾十年被困喺家庭執念入面，身心俱殘。佢年輕嘅時候為家庭全心付出，犧牲自己事業，耗盡青春，但係婚姻入面長期被忽略、被委屈、被辜負，伴侶唔識體諒，唔識珍惜。幾十年落嚟，佢一直執着於我付出咁多，點解得唔到回報？執着於對方一定要改，一定要補償我，一定要珍惜我。執着於我嘅人生被家庭耽誤，被人辜負。佢日日糾結，夜夜傷心，心裏面裝滿委屈、怨恨同不甘，長期胸悶氣短，乳腺結節，子宮肌瘤，失眠多夢，情緒抑鬱，大大小小嘅病痛纏身，日日食藥調理，點都斷唔到尾。佢成日喊住問我，點解我做人善良，盡心付出，從來唔害人，偏偏百病纏身，命運坎坷。我同佢講，你嘅病痛唔係命運唔公平，而係你幾十年唔肯放下嘅執念同委屈累積出嚟。你執着要人哋改變，執着付出要有回報，執着過往嘅委屈，其實就係用人哋嘅錯、過去嘅事，日日懲罰自己，耗損自己嘅身心。後來我帶住佢跟易經坤卦智慧修心，學識厚德載物，學識寬恕，學識放下強求，唔再強迫人哋改變，唔再計較付出得失，唔再沉溺過往嘅委屈。當佢真真正正放下對人哋嘅執着，放下對回報嘅苛求，原諒所有嘅辜負同傷害，只係8個月時間，佢嘅乳腺結節、子宮肌瘤明顯好轉，多年嘅胸悶徹底消失，睡眠安穩，情緒平和，氣息紅潤，成個人脫胎換骨，身心通透。更難得嘅係，當佢心境寬和，唔再抱怨，唔再糾結之後，家庭關係反而慢慢變好，伴侶開始懂得體諒、珍惜、包容佢。呢啲就係人生最深刻嘅修行真相。原諒從來唔係饒恕人哋，而係解脫自己；放下從來唔係認輸，而係自救自癒。講完真實故事，我再結合幾十年修行體悟同易經智慧，同大家深入拆解點解執念會傷身，放下可以養心，原諒能夠治癒。點解呢個係順應天道嘅最高修行？易經講一陰一陽之謂道，天地萬物都係陰陽相生，盈虧互轉，得失相依，冇永遠嘅得，亦都冇永遠嘅失。有盛必有衰，有合必有分，有順必有逆，有圓必有缺。呢係永遠不變嘅天道規律，連天地大道都做唔到十全十美，何況我哋凡人一世？但係現代人偏偏中意同天道對住幹，我哋執着於永遠擁有，抗拒世間必然嘅失去。
我哋執着於事事完美，抗拒人生必然嘅缺陷。我哋執着於人哋要順我心意，抗拒人心各異，世事無常。我哋執着於付出一定有回報，抗拒因緣際會，時運輪轉。人一旦執着於不變，就係違背天道變化；人一旦強求完美，就係脫離自然規律。違背天道嘅人，心神一定混亂，氣血一定淤塞，運勢一定受阻，身心一定有病。呢就係點解越執着越痛苦，越強求越失去，越計較越多病。易經嘅艮卦係修心養身、破除執念嘅第一卦，亦都係我60歲修行路上得益最大嘅一卦。艮卦卦辭話：艮其背，不獲其身；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，無咎。艮代表山，代表止，代表定，代表靜。呢一卦嘅核心智慧就係知、止、收、心、放下，不執、不纏、不怨。咩係艮其背？就係對於已經過去嘅傷害、已經完結嘅往事、已經走遠嘅人、已經無力挽回嘅結局，及時止步，轉身放下，唔再回望，唔再糾結，唔再自我內耗。咩係不獲其身？就係唔執着自己嘅得失，唔執着自己嘅委屈，唔執着自己嘅付出。放下我覺得我值得，我唔甘心嘅自我偏執。咩行其庭，不見其人？就係就算身處紛亂人世，面對是非恩怨，面對人哋嘅傷害，依然心無掛礙，唔記人過，唔存怨恨，唔會被外物擾亂心神。做到呢4點就係無咎，就係無災無病無禍無憂無慮。各位朋友，呢就係最高級嘅養生，最高深嘅修行，最通透嘅人生智慧。現代人所有嘅身心內耗、病痛折磨，歸根究底都係唔識止步，唔肯放下，唔願原諒。跟住我哋深入拆解人生3大最傷人嘅執念，係點樣一步步拖垮我哋嘅身心。第一種執念，執着過往，沉溺舊傷。好多人一世都活喺過去，活喺曾經嘅傷害、失敗、委屈同遺憾入面。事情早就過去，結局早就定咗，時光早就流走。但係我哋依然不停回放，不停咀嚼，不停折磨自己。有人執着年少嘅遺憾，一世耿耿於懷；有人執着感情嘅傷痛，幾年都放唔低；有人執着事業嘅失敗，日日自我否定；有人執着人哋嘅過錯，常年心懷怨恨。我想問大家個問題：執着過往，沉溺舊傷，常年怨恨，能夠改變已經發生嘅事實嗎？答案永遠係唔可以。所有對過往嘅執着，永遠改變唔到過去，只會透支而家，摧毀未來。易經講：逝者如斯，時變世遷，時機一過，萬事皆變。唯有向前，及時放下，先係順天而行。你執着一分舊傷，身心就淤塞一分；你糾結一分過往，福氣就消散一分；你怨恨一分他人，健康就損耗一分。第二種執念，執着完美，苛責自己。現代社會人人內卷，大部分人嘅痛苦都源自對完美嘅執着，對自己嘅苛刻。我哋唔容許自己犯錯，唔容許自己落後，唔容許自己平凡，唔容許人生有缺陷。工作要做到最好，生活要最完美，仔女要最優秀，人際關係要最圓滿。稍有不足，稍有缺陷，就自我否定、焦慮、內耗，折磨自己。但係易經早就話俾我哋知，天道虧盈而益謙，地道變形而流謙。連天地大道都冇完美，都需要虧損，
都需要留白，何況我哋凡人，太滿就會虧，太圓就會缺，呢係天道不變嘅鐵律。人生本來就係一場有缺陷嘅修行，唔完美先係人世常態，有遺憾先係真實人生。你執着完美，就係同天道盈虧、規律對抗，一定會心神勞累、氣血虧損、百病叢生。我見過好多追求完美嘅人，能力越強，標準越高，身心病痛就越多，內耗就越重，因為佢哋一世都係逼自己、苛責自己，唔允許自己放鬆，長期高壓緊繃，心念從來冇放鬆過，身心自然冇可能安康。第三種執念，執着他人，強迫人改變，呢係現代人最容易忽略，但係最傷身心嘅一種執念。我哋成日執着要改變伴侶、改變仔女、改變朋友、改變身邊嘅人，執着要人哋跟自己嘅心意做人，跟自己嘅標準做事，跟自己嘅期待生活。人哋稍有唔順心就發脾氣、煩躁、怨恨、糾結、自我內耗。但係易經講，萬物各正其位，各遂其性。世間萬物都有自己嘅天性，自己嘅因緣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命格、性格同活法，永遠唔會為其他人改變。強迫人哋改變就係逆性而為，逆天而行，最後只會徒勞無功，自傷身心。你執着人哋改變一分，煩惱就多一分；你糾結人哋過錯一分，病痛就近一分。我行修60年，最深嘅體悟就係世間最愚笨嘅修行，就係執着他人、苛責自己、糾結過往，睇透執念嘅禍害。我哋再講最核心、最能夠改變身心命運嘅兩個字：原諒。好多人一世都誤解咗原諒嘅真正意思。大家成日以為原諒就係放過傷害自己嘅人，益咗人哋，顯得自己懦弱。其實大錯特錯。真正嘅原諒從來同他人無關，只係為咗自己嘅身心、自己嘅福氣、自己嘅人生。原諒唔係縱容人哋嘅錯，而係解脫自己嘅心。原諒唔係認輸退讓，而係停止自我折磨，停止自我消耗。原諒唔係忘記傷害，而係唔再讓舊傷透支而家嘅自己。易經坤卦有言：地勢坤，君子以厚德載物。大地包容萬物，承載善惡，唔計得失，不怨命夫，所以能夠生生不息，長久不衰。君子修行，凡人養生，都要學大地嘅德行，心存寬厚，懂得包容，學識原諒，人心寬一分，福氣厚一分，病痛少一分，氣血順一分。我見過太多人記恨人哋幾年幾十年，對方早就放下，早就安穩生活，淨係自己困喺怨恨嘅牢籠入面，日日煎熬，百病纏身，人生停滯不前。呢難道唔係世間最蝕底、最愚蠢嘅執着嗎？人哋犯錯，我哋偏偏用人哋嘅錯來懲罰自己，摧殘身心，耗損福氣，最後人哋無傷無痛，我哋就滿身傷痕，滿心瘡痍。大家話呢樣值得嗎？修行幾十年，我成日講一句說話：怨恨係世間最毒嘅藥，原諒係人間最好嘅養生。所有嘅怨恨、不甘、耿耿於懷，都係淤塞喺五臟六腑入面嘅毒氣。一日唔原諒，毒氣一日散唔去；一年唔釋懷，毒素就常年堆積。長期心懷怨氣，一定會積鬱成疾，久病難愈。除咗原諒他人，更重要係學識原諒自己。好多人對人寬容大度，唯獨對自己極度苛刻、極度殘忍，執着自己過去嘅錯、曾經嘅失敗、一時嘅失誤，長期自我否定、自我責備、自我糾結、自我內耗。易經講：窮則變，變則通，通則久。人生本來就係不斷犯錯、不
不斷修正、不斷變通、不斷成長嘅過程。世間冇完美嘅人，冇零錯嘅人生。過往嘅錯誤、缺陷、失敗都係成長嘅歷練。懂得原諒自己嘅不完美，原諒自己嘅過失，原諒自己嘅無能為力，先可以放下內耗，重拾平和，氣血通暢，身心安康。跟住落嚟，我結合易經6大核心智慧，教大家喺現代生活入面實實在在落地修行，破除執念，學識放下，懂得原諒，真正做到身心自愈。第一，學易經變易之道，接受無常，放下強求。現代人所有嘅痛苦都源自抗拒無常，強求永恆。我哋希望感情永遠不變，事業永遠順利，生活永遠圓滿，人心永遠如初。但係易經話俾我哋知，變化先係世間唯一嘅永恆。緣來緣去，花開花落，得失輪轉，盛衰交替，都係天道常態。接受無常唔係消極認命，而係順應天道，唔再對抗，唔再內耗。接受人心會變，緣分會盡，事業會起伏，人生會有缺陷。我哋個心就唔會隨世事動盪，氣血就唔會隨得失紊亂。當你坦然接受世間所有變化，所有失去，所有不完美，你會發現焦慮冇咗，失眠好咗，心結解咗，病痛輕咗。第二，學易經近子之道，知止不殆，及時斷念。艮卦教我哋遇事識得止步，過時不留，念起即斷，不前不執。現代人最大嘅內耗就係事情完咗，心念仲未結束，人已經走遠，回憶仲死死纏住自己，結局已經定咗，不甘同執念，仲唔肯放手。由今日開始修行，做到事過則忘，境過則遷，念起即止，日頭嘅是非，夜晚唔再回想，過往嘅傷害唔再反覆咀嚼，無力改變嘅結局唔再執意強求，心念懂得止步，身心自然放鬆，病痛自然遠離。第三，學易經謙德之道，放下攀比，安於本心。易經64卦，唯獨謙卦，六爻皆吉，天道虧盈，益謙，人道惡滿，好謙。懂得謙和知足，唔攀比，先可以終身無咎。現代社會嘅內卷、焦慮、自卑、痛苦，全部來自無休止嘅攀比。我哋俾財富、俾地位、俾家庭、俾仔女、俾生活、俾際遇，越俾越自卑，越俾越焦慮，越俾越不甘，越俾越多病。每個人命格唔同，因緣唔同，時運唔同，根本冇得比較。放下攀比之心，放下羨慕之念，放下不甘之情，安於自己嘅生活，知足自己嘅擁有，順應自己嘅命格，就係最高級嘅養生，最大嘅福氣，最順暢嘅人生。第四，學易經厚德之道，心存寬恕，排毒養生。坤卦教人厚德載物，包容萬事，寬恕萬緣，唔記人過，唔存舊怨。身體嘅毒素靠新陳代謝排走，心靈嘅毒素靠原諒化解。你原諒一次傷害，就係清空一次心毒，疏通一次氣血，修復一次身心。由今日開始，原諒曾經傷過你嘅人，唔係為咗成全對方，只係為咗放生自己。原諒曾經失敗嘅自己，唔係自我安慰，只係為咗停止內耗。原諒世事嘅不完美，命運嘅唔順遂，唔係認命妥協，只係順天安心。心寬一寸，路寬一丈，願消一分，病退一寸。第五，學易經中正之道，放下極端，修養平和。易經嘅核心在於中庸中正，不偏不倚，不執不狂，不急不躁。所有嘅執念
都係心念極端，所有嘅病痛都係氣血失衡，過度執着、過度苛求、過度計較、過度糾結，都係偏離中道。修行其實就係修一個中字，得失唔掛心，榮辱唔驚慌，成敗唔擾念，順境唔驕傲，逆境唔抱怨，得到唔狂喜，失去唔悲哀，心念平和穩定，氣血自然陰陽平衡，五臟自然協調安康。第六，學易經，生生之道，放下沉淪，向陽而生。易經話天地之大德若生，天地萬物最大嘅德行就係生生不息，向陽而生，從不被困逆境困住。我哋做人養生修心度人，都要學呢份生生不息嘅氣度。過去嘅執念、積落嘅怨恨、未完嘅遺憾，通通都係消耗我哋身心嘅負累。從今日起，唔好再同自己過唔去，唔好再用人哋嘅錯懲罰自己，唔好再用執念透支健康同人生。學識放下，先可以輕裝上陣；懂得原諒，先可以身心無恙。心無糾結，百病自消；心有寬容，萬事皆順。願在場每一位朋友都能夠參透天道，放下執着，寬恕萬事，善待自己。從此心念通透，氣血通暢，身心安康，日子順遂，福氣常伴。多謝大家！如果你都鍾意我的頻道，誠邀你訂閱同埋點讚。我哋下次再見。